看见台湾的国宝来熟悉土横这位71岁人布袋戏的老师傅。除了人布袋戏，伊嘛做布袋戏服。尽管即摆大众娱乐的需求已经改变，但是伊对布袋戏也是充满着满满的热情。 布袋戏啊，会人起来秘书是有姓名同款，伊是今年71岁老师傅黄新光。这个师傅唔那是幸运五洲园掌中戏剧团的负责人，同时嘛是布袋戏翁的服装造型师。伊甲布袋戏的缘缘，爱为细汉的时阵讲起。国小毕业以后开始自己学那个野台戏，野台戏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兴趣。 去做这个布袋戏的衣服，10几岁我就开始自己搞，一边跟人家出去演戏，一边是自己在家里缝的衣服。黄新国负责配色，因某就照设计图去车，两个人配合了真好。你甲我讲，我就知安怎做。坏的东西我不卖，你卖出去一件坏的，人家说你没有实力。伊做的手工戏服有品质的保证，因为随着市场供需的变动，黄师傅坚持变袂过俗家竞争，创意嘛时常互人偷用。后来就进口大陆的嘛，给我骂网，他不去设计了，他们专门拿我去骂我。虽然是呢，不过伊依然对布袋戏真有热诚。 没有人做得出。黄拓强果然有学着因老爸功夫，也有人戏翁对戏服嘛真了解。因为随着大众娱乐的改变，黄师傅嘛感慨。那个教我对戏囝，我们会的人没戏演。儿子，你看这个东西他可以学，我有教他，他也学会了。但是你要去做这个没人买。 也不能宣传。其实，互伊拍什么将戏服的事业收起来，也不过无影响伊对布袋戏的热情。退而不休了，现在有野台戏，我还是自己做。对黄新国来讲，布袋戏是伊对生活的热爱。虽然讲拼袂过现实，也不过迄份精神永远存在伫心肝内。